看闽南语连续剧《石磨心》。无影无影，无你亲像无命，三顿才无心情，要哭惊无声，阮是算啥？你的看是鬼牛车，放阮的心在通听，假做不知影。问你需要啥人陪？问你心爱倒一个？我不是少年花，若是无心无情无爱，就予阮知。为心破烂，我将你放，不知等待会到倒一天。你讲要嫁人，阮搁在做梦，梦只听着心在喘。为心破烂，我将你放，默默期待我来亲一刻。对你用阮的青春相送。阿母，你睇啊，没有啦，那有找到无？踮咧路口徛4、5点钟，嘛是无看到推母嘛。美云啊，你哦，毋通为着要找恁阿嬷来耽误着你的头路，安尼着唔好。推伯啊，你莫安尼讲啦。阿母，我看吼，我先来随敲电话给文迪，叫文迪吼踮咧局里正式报案。我想若受警察斗找，应该会较紧才对。对啦对啦，但毋过哦，人要办一寡大案件，免哪有时间通去办咱即款代志。啊，天哥啊，啊这下晡吼就较无生理啦，啊无安尼啦，我牵柳丁啊吼，佮陪你四界来找看卖啦。啊，哪无看到阿爸？啊，就讲要出去一个啦，到正时还袂转来啦，毋知走去倒红色啊。哎呦，我哪会敢去红烧？我去买地图啦。阿爸，你去买这地图要创啥？等下你就知啊啦。来，这是台北市的地图啦。台北市哦，所有的庙啊，这顶管拢有注文。咱即摆吼，把这台北市分做4个部分。这东边咱若去找，咱再来找西边。啊，西边若找无哦，你来找南边，啊，搁来找北边。我想哦，就算个后日啊，必定迄树头芳，咱嘛是有法当甲找着啊。对哦，柳丁啊，你这步袂歹呢，去倒学的啦。啊，我著做变寻学的啦，这叫做地毯式梳查法。这个，你看这个办法好无？好是真好，也毋过哦，互恁安尼为着阮的代志安尼，害恁安一世纪安尼撞来撞去哦，实在是对恁足歹势。嗨，你讲安尼客气话要创啥啦？啊，咱本来就兄弟代，啊，互相帮忙本来就应该嘛。玉啊，赶紧来收收的，咱来找阿女啊。哦，好啦好啦。推的啊，啊，等你阿你也是找有无？找无啦，哎呦，假使若真是拢找无吼，我看吼，你落去安尼找一间安尼较灵性的庙，跋杯问神看卖，你较毋免来摔过啊满世界你找啊。有啦。啊，刘丁的因家迄吼，嘛是安尼甲我斗3工，一间问过一间，就拢问无阿女的消息。哎呀，要若安尼哦，问人甲问无，你就爱去问神啊，吼。有啊，来，你也腹肚真了，紧来食饭啊。食饭，推的啊！你当是烦恼阿女也烦恼啦，安尼生头壳歹去啊迄哦。我等落食饱，什么你叫我搁食饭？你食饱？是啊，你是当时食饱？啊，都尾仔卖时阵啊，啊，迄碗饭敢毋是你送转来的哦？无啦，母啊，你稳当是枵了过头，头壳戆戆记唔对啦。我即马打入门尔呢，我伫当时要甲你送饭来。我嘛感觉奇怪咧，迄碗饭若是你送转来，应该你会叫我出来食饭啊？就当我喙焦啦，我想要出来啉一下滚水，啊，就懵无意中叫我忙就将我饭来烧烧，我就顺便甲食的安尼啦。
无敢会是阿女也送转来你食？假使若是阿女也送倒来我食，伊敢会无叫伊活着做出去咧？啊，伊就惊你甲问东问西。幸福宫。地图来，地图来。拄则讲什么宫啊？推哥啊，讲啥物？伊落幸福宫啦，幸福。幸福宫哦。较紧的啦，是找有无啦？哎呦，聊聊找一定有的啦。哎呦，等互你找着吼，已经天光啊啦！我是敲电话吼来问问题啊，叫伊查看卖啦。是毋是这颗梨啊？啊，你实在有够无路用！啊，逐工出去卖鱼啊，啊，才卖这千外块。先生啊，我敢若一个人尔呢。哦，啊，你有够讲了，生命都无限定，讲你家己去卖啊！我是要叫谁甲我斗卖啦？啊，你敢无亲戚朋友？啊，你亲戚朋友吼，才少几个啊！啊，这个人咧吼，过来去少几十个啊！啊，一工吼，达卖几十万啊！3个月后吼，你就会当起大庙啊！先生啊，我都无啥物亲戚朋友咧。骗笑的，是你吼无生意替生命做代志啦。你叫生命是要安怎保庇恁全家咧？啊，是要安怎保庇恁囝早日回来咧？手伸出来，手伸出来！哎，叫你手伸出来无听，这是生命吼，爱我处罚你，手伸出来！你是要拍我？你去拍！你站住啊！你走来这创啥啦？啊，手碰破无啦？好啦好啦，啊人平安就好啊啦。啊，女啊，这拢是咧编辑的，你哪拢唔知啦？哎呦，推哥，我看咱关来报警噻，这种人一定要甲抓起来啦。丢顶的啊！啊，你哪有选伊的？你无紧甲掠条的？哎呀，有错，听我要哪抓啦？好啊好啊，转来再讲啊，转来再讲啊。你会走来这创啥啦？啊，唉，阿女啊，我看你是甲我同款了，食愈老吼，煞愈戆啊啦。我会记你有一天吼去算命，迄算命先生叫着来起庙啦。木头才骂你讲你安尼遐尼糊涂，啊想袂到吼，你即马家己做这戆代志安尼。阿母，我知我毋对啊。你即马若知影你毋对，你着要紧觉醒啊！你无像我咱安尼规厝内遮尔袂平安，你又搁去变遐有诶无诶啦？阿母，迄也免去怪阿女啊。阿女也今安尼做，嘛是拢为着来报啊，毋则安尼一世界去求神明保庇。求神明烧香拜拜就好啊！你哪着汉人一定要离开家庭啊？你敢知影？害木腿啊吼，是找你找到安尼真艰苦，你敢知呢？我安尼想无了，你到底是去有啥物人甲你煽动去安尼？我嘛是因为来某代志，我的心肝来足艰苦。有一天，我听人讲幸福宫的生命清灵社，我就赶紧去拜。什么香炉烧起来？迄是法炉啦。法炉？法炉是啥物？你知影无？我唔知影。法炉吼，就是神明知影你厝内有劫数，神明看你可怜，想要帮助你，但是吼，你要替神明做一寡代志。只要阮厝内会当平安顺心，我一定照神明的指示去做。是讲，请问先生咧，神明是要叫我做啥物啊？神明吼，爱你来起一间较大间、较水的庙啦。起庙？我要哪有钱啊？奇怪，迄算命先生嘛是叫我起庙呢？哦对了，啊这是神明指示算命先的。我问你，你有诚意替神明出力无？我当然是有啊，不过阮厝内真是无钱的。哦，这你别烦恼，钱哦是在你的脚甲喙。脚甲喙。心波澜，我将你放，不知等待会到倒一天。你讲要嫁人，阮搁在做。先生，我
我实是听无，请你指点。明仔早起吼，你较早来庙，详细情形吼，我会讲互你听。但是你千万爱记哦，袂使互恁厝的人知影，有听无？第二天，我就照约束，搁去庙内底。啊，迄个人讲，叫我用骹行迄家仔路，用喙叫我买平安符，收的钱都爱拢总交互伊。哎呦，遐个歹人啊，就是利用这生命咧趁钱啦，啊，都偏偏啊当着这种戆人咧替伊做事啦。即摆社会上哦，参像即款无头脑的人足侪啦，才互遐歹人哦有食免讨趁。阿母，阿蕊啊，伊也毋是讲条工要用骗啦。人哦，总是若掂到无报的时哦，拢嘛会去求性命。就敢若阿母你会记甲阿蕊啊走出去的时啊，你嘛是讲叫我着去求性命，去抽签，希望性命当指示，看早日当找着阿蕊啊倒转来。推啊！但你是咧笑阮母仔囝三观拢遐尼讲晓，我毋是这意思啦。推的，你就是有这意思嘛，无要紧啦。蕊啊，但你这一摆吼，应该是用教甲真过啊，对无？阿母，我知影啦，后摆袂叫我互骗咯。哎呦，老天有眼呐！啊，无你是喊甲大细声，是咧喊啥啦？阿瑞呀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你这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3个月前骗你迄个先生哦，已经去互警察抓着啊，是因为早起罪啦，啊，检察官嘛甲伊起诉啊呢，安尼上好啦，遐个戆人哦，就袂可会骗去募款啊啦。啊，阿瑞啊，歹势啦，我是咧讲遐个戆人，毋是咧讲你啦。哎呦，阿玉啊，莫当啊久笑比无尾啦。等迄一天，毋是一个摆卡来咱店面，哎呦，下路哭，下路哭，啊讲哦，因现在无钱哦，因老母死啊啦，无法度通甲抬啦。唉，啊恁嘛是随摕500块人，我是看伊可怜啦。你看伊可怜，今仔我去补货哦，我才看到伊伫咱兜头前的一间迄个日本料理店，当来喝烧酒啦，哼。恁遮的查人都是安尼啦，耳孔软啦，凊彩安尼讲两句啊，你着钱着摕互人。500块呢，你敢知影我会卖几碗鸭肉面啊？哎呦，有够可恶啦！啊，你也无紧甲我讲。讲有啥路用啊？上无我当叫伊还钱啊！啊，你讲对毋对？哎，阿玉，哎，推哥啊，歹势啦，今仔日银行哦，毋知是安怎白领钱的人较济哩咧，啊，毋则同啊即阵啊，人哦，阮阿女也着甲我交代啊，叫我讲今仔无咱怎哦。来领钱出来互你啦，银行多欠有3万块啦。水哥啊，你即摆是咧讲啥啦？无啦，推哥，啊，你也做我要甲阿瑞也讨钱哦。我拄则听你咧讲钱的代志。毋是啦，是咧讲别项代志啦。对啦。对啊，对对，阿强啊，这摆吼无推入院啦，啊，多谢恁先替阮付药费。是啦是啦，那所以这钱哦，你嘛是应该收起来啦，来收起来，多谢啦多谢啦啊。多谢啦。好啦好啦，提肯。多谢啦。阿公，秀英，秀英啊，我等来啊。哎呦，秀英啊，愈来愈水呢，啊，今仔哪有闲人转来啦？啊，我已经毕业啊，明仔载我就当去上班啊呢。阿瑞啊，你好命啦，秀英会甲你斗趁钱吼，你看推哥啊吼，两个就免做临时工，当扫涂骹啦。有影有影啦，哎呦啊，啊，秀英已经毕业，啊明仔载开始上班，对啊，这算双喜呢。嘿啊，对啊，来，大家坐，我切一个鸭啊，大家来庆祝一下。歹势啦。别要紧啦，来，坐。啊对啊对。因吼阿舅毋是咧看你客气啦，是要找一个理由吼，吸一杯啊啦。来，阿妈坐啦。阿强啊，你得去开一罐酒。哎呦，紧点啦。你甲看，我讲了无毋对吼，应酒啦。哎，秀啊，你有看无？我这条头吼，就是互恁阿姊啊，一世人安尼啃哦，啃安尼闹昏闹顿拢袂读册，所以哦，才会一世人踮遮咧卖鸭肉。啊若无吼，我即摆吼是咧做市长，你知无？上班一礼拜，甲半年前的感觉有啥无共？半年前我还是一个学生，上班哦，就敢若亲像是实习共款。即摆我是公司正式的职员，我得好好拍拼，毋通互总经理你失望啊。对啊，你写的经营改革企划书，建议公司成立企划部，这个意见真好。等下我甲张副总研究过了后，可能马上就会来成立啊。
而且我即马嘛决定讲，要升你做客户部的主任。总经理，我这个公司无偌久尔，就先做主任，安尼人敢会讲闲话啊？应该做的代志就拍拼去做，若是啥物代志拢惊人讲闲话，那啥物代志都拢免做啊，对不对？宝推啊，咱害了阿玉啊迄条潲吼，哦，我感觉足轻松的呢。嘿那就去讲，你欠人钱无害人哦，迄一讲到毋伫遐咧见面哦，你总是安尼歹势歹势。对啦，阿玉啊讲，即马秀英有咧上班，叫咱莫阁去扫街仔路啦。啊，我想讲吼，咱甲伊头路辞掉好无？加趁淡薄仔钱就好，是安怎要死呢？我是惊你身体袂堪呢。遮尔晚，秀英哪还袂转来？你看是加班的款，但收养啊自细汉时就真乖巧，你毋免替伊咧烦恼，你先入去困，我踮遮等就好。真歹势，互你请食饭，佮开遐尼侪钱，实在是足浪费的。咱若毋是逐工去食，你若遮尔客气啊？拄则看你食到遮尔欢喜，就算讲开遐侪钱，我嘛感觉价值啦。秀英，你莫去互别人好无？好无？阿爸，阿爸，啊遮晚你哪无去困啊？阿爸，你才会等你回来啦，因是有加班了。毋是啦，是阮总经理请我食饭，我就袂赴转来甲你讲。阿爸，你莫生气哦。阿爸哦，是拢会去甲烦恼东烦恼西啦。秀英啊，我看恁咧总经理敢袂出伫咧教你吼。你总经理看起来对你是真有诚意啦，也毋过咱的家庭甲人是袂比的，这点你嘛是得爱考虑一下。秀英啊，阿爸当然真希望你的将来幸福伊。阿爸是较无出头的，万不离对方的人，若咧嫌你的事大人无身份，你就毋通怪阿爸的。阿爸，你莫安尼讲啦！伫我心目中，你甲阿母都是上较有身份、上较伟大的人。害我为你一颗心冷凉的，为你。心肝难，我将你放，不知等待会到倒一天。你讲要嫁人，阮搁在做梦。你最近吼，敢有注意到秀英愈来愈水呢？当然嘛是安尼，无你敢希望讲咱查某囝愈来愈歹晓？毋是啦，我是讲吼，伊最近吼定定换新衫呢，啊薪水还袂领，哪有钱通好买水衫？你看，伊是毋是交男朋友啊？哎，查某囡仔饲大，交男朋友这嘛是好代志啊。好代志，啊学拄啊毕业尔，拄啊要开始趁钱，就想要嫁人，那敢好代志？啊，你是咧讲啥的啦？查某囡仔若嫁着一个好翁啊，咱就加一个伴主啊，掺着柳顶的米粉啊。人即马一个教文治安尼哦，你看，因两阿某我尔啊欢喜咧。你即马讲话愈来愈有道理啊！那是你后母唔甘嫌啦。爸母，是啊，秀英啊，啊你毋是伫咧上班，哪会当出来？有一点仔代志啦。什么代志？阿爸母，恁今日是毋是咱先将店关起来啊？是安怎人来关起来？就
阮公司的总经理啦，伊讲今日下暝吼，要带因爸爸妈妈来咱厝内底拜访。无代无志，要来咱兜创啥？你免问遐尔济啦，咱就赶紧收拾咧，紧转来去准备时间较袂失人咧。爸爸，阮兜市长甲咱市长委员来啊！来，欢迎欢迎，遐济遐济啊！啦，哎，真多哦。阿伯，遐济这是什么意思啦？啊，多谢多谢。阿母，你是安怎？我推啊！原来你是秀英爱的老爸哦。对啦对啦，你外贵也无唔对吼。阿母，原来你甲阿伯有哪有熟悉哦？较早的代志啦。我推啊，恁牵手咧？哈，伊伫咧灶骹伫咧煮饭啦。外贵啊，你当时搬起来台北？这侪年啊啦，你咧？同款啊，我嘛搬起来几落10年啊。对了，听讲你即摆趁大钱，咧开一间遮大间的超市市场是？好啦，哪有遐尔好命啦？做一间小店面啦，当遐卖一寡水果，卖一寡青菜啦。爱情拢是予人梦梦，为何你有爱要怨的人？为你付出换来一张卡，伤心伤意也无彩甲，爱情拢是。